伫咧嘉义滨乡青埔村有一间三合院早起发生火灾，这火势阁烧到厝边去。这三合院内面呢有一个4岁姐姐含一个2岁弟弟不幸过往。消防员去拍火时阵，发现这门锁咧，就有可能是大人出门把这囡仔关伫内面。若要调查这导火原因，而且把这囡仔留伫厝内面，同款爱食罪。家厝内底拢是高烟，消防员继续拍火，因为还有2个囡仔伫咧内底。 边啊这边边啊无火的，我讲叫一间地厝，无度我无度你就看你门睁开啦，安尼啦，无法度袂有啊。啊，老母有代志拄啊处理，啊伊毋捌当门甲锁起，所以厝边隔壁要来救啊，救袂着啊。真无简单，甲人救出来，其实已经无性命迹象。2个人分别是4岁查某囡仔甲2岁查甫囡仔，厝内底排行第4、第5。消防员甲门讲开，发现厝内底被反锁，敢若老母厝外办代志，甲门锁起来。 我们后来评估，大概有超过83%，都是烧烫伤的情况。那大部有超过50%是4度烫伤。急救大概30分钟的时间是没有恢复自己的心跳，有跟家属讨论过之后，就是宣告急救无效。 亲友讲，这户邻家由爸爸做粗工来负担生活，妈妈是家庭主妇。虽然生活无简单，也毋过爸爸真打拼趁钱饲家。官府证实，这家人是有做册家收入户。后续若发现有甲6岁以下囡仔，家己一个人留伫厝内底，家长恐惊面临裁罚、亲职教育。 按家后续的居住地安置以及就学，跟他的丧葬跟急难的事宜，那持续的会提供协助跟辅导。 火烧厝了后，厝内底拢烧甲大乌去。根据了解，2个囡仔发现时都伫面床，导火所在敢若伫房间。这场火也去烧到厝边，是什么原因引发火势？警消也伫调查。水火无情，互2条无辜的性命，未负大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